無貨一健康3分鐘話你知真相。做身體檢查成日見到膽固醇係紅字，如果唔想靠食藥，今日我就教你餐前飲一杯可以幫你自然排油，臨床證實可以減少壞嘅膽固醇。其實膽固醇分為2種。HDL 係好膽固醇，幫你清理血管 ；LDL 就係壞嘅膽固醇，太高會令血管硬化，增加中風同埋心臟病嘅風險。香港人高膽固醇好多時係食得太多油份同埋纖維少，又少運動，所以要降膽固醇唔係淨係靠戒油，仲要幫身體排走啲油。根據一項臨床試驗，每日3次餐前飲一杯可溶性纖維飲品，短短7日就有以下嘅變化。首先，糞便脂肪排出量增加 55%， 總膽固醇下降 12%， 壞膽固醇下降 15%。 醫生形容可溶性纖維好似脂肪警察咁，一邊幫你阻止油脂被吸收，一邊將佢押送出境，隨住大便排走。2023年一份分析超過1萬人嘅大型研究都證實，每日多攝取5克嘅可溶性纖維 LDL，即係壞嘅膽固醇平均再降 5.6 毫克，即係你越食得多，降得就越明顯。可溶性纖維同埋一般嘅纖維唔一樣，佢遇水就會變成啫喱狀凝膠，喺腸道入邊形成保護膜，減慢糖分同埋脂肪吸收，仲可以同油脂結合，最後一齊排出體外。另外佢仲可以幫腸道好菌生長，改善便秘，穩定血糖，所以佢係控糖排油養腸一剔過嘅。另外，醫生都推介4種天然嘅可溶性纖維食物。第一就係亞麻籽，佢含有豐富可溶性纖維，再加 Omega 3，幫助降膽固醇同埋發炎。第二就係秋葵，秋葵加熱咗之後，啲黏液就係天然嘅膳食膠質，排油力強。第三就係黑木耳，黑木耳纖維多，又滑又潤腸，適合日常配飯食。最後就係洋車前子殼，降膽固醇研究最多。每日10克可以降壞嘅膽固醇6至20%，所以如果你想改善壞嘅膽固醇，我建議你餐前飲一杯可溶性纖維嘅飲品，例如亞麻籽水，或者食多啲秋葵同埋黑木耳。而飲食方面亦都盡量少油多菜同埋多運動。不過如果你膽固醇太高或者有家族性高血脂，記住千祈唔好自行停藥，要配合返醫生嘅建議。唔知大家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天然方法可以改善壞嘅膽固醇呢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今集我哋就到呢度，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本頻道分享嘅係健康資訊，唔係醫生開嘅藥方。如果身體有咩唔舒服，記得揾專業嘅醫生傾下。